值得咩？為咗見佢一次，扣咗咁多功德分。值得，因為可以好好咁同佢講聲拜拜，我覺得係不定係值得。你嘅功德分咧本身就好高嘅，不過而家唔扣都扣咗啦，你要唔要扣多幾次，託多幾個夢？唔使啦，我一次過已經講晒自己想講嘅嘢，亦都唔想佢太掛住我，影響咗佢嘅將來。好，準備投胎隨機分配中。咦？點啊，頭主任？系統自動分配你作為香港消防員家庭，明年3月份就出世，父親係現役嘅消防隊長，媽媽係急症室嘅護士，似乎個天都覺得你有未完嘅使命，想你繼續服務返香港，而下一世你將會有好好嘅身體，同埋我會靜雞雞同孟婆講，俾你保留少少上一世嘅記憶，等你每一次經過消防局嘅時候，都會有一種熟悉嘅感覺。多謝你啊，頭主任。唔使多謝我，多謝你自己啊！有時候都好唔明，明明係鬼啦，點解仲比陽間嘅人更加似人嘅？好啦，唔同你講咁多，祝你死得愉快，拜拜。